路加福音第10章，这个代志了后，主阁另外拣72人，找因两个，先去伊本身想要去的逐个城、逐个所在。耶稣甲因讲：通修成的真多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成的主人派工人去修成。恁去，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仔入去豺狼的内面，毋通带钱袋，毋通带旅行袋，嘛毋通带话。伫路呢，毋通甲人请安。恁无论入去什么人的厝，着大声讲：愿恁即家平安。伫遐，若有爱平安的人，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；若无，迄个平安就倒转来归恁。恁着踮伫迄家，因准备什么，恁就食什么、啉什么，因为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。恁毋通对即家耍假迄家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接待恁，捧什么出来，恁就食什么。城内有边的人，就甲因医，煞甲因讲：上帝国得要实现啦！无论入去什么城，人若无欢迎恁，恁就出去大街路讲：连恁即个城掉伫阮骹的土粉，阮都要搬掉，甲恁警告。不过恁着知，上帝国得要实现啦！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着受的较好忍受。哥涅信，你惨啊！伯赛大，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新者，若伫泰尼、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满衫，坐伫火湖顶悔改啦。伫审判的时，泰尼甲西顿着受的刑罚，会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你咧，加别龙，你爱人甲你扶上天是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迄落阴间。听叹恁的人，就是听叹我；拒绝恁的人，就是拒绝我；拒绝我的人，就是拒绝找我来迄位。迄72人欢欢喜喜倒来报告讲：主啊，阮奉你的名命令，连鬼都服从阮。耶稣甲因讲：我有看见撒旦亲像四若对天顶摔落来，就知我有赐恁权柄，通打蛇、甲吉拉虫，佮通制服对敌一切的能力，无一项会甲恁伤害。不过，毋通因为这的邪神降服恁，恁就欢喜；就因为恁的名记载伫天顶来欢喜。彼时，耶稣互圣神感动，满心欢喜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的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却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！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。爸以外，无人捌囝是什么人；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是什么人。耶稣活转身，私下甲门徒讲：有目睭通看恁所看见迄个人，真有福气。我甲恁讲。以前有真侪先知甲君王爱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爱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，讲：老师，我着做什么，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应伊讲：律法有写什么？你安怎了解？迄个人应讲：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、专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，亲像听你家己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应了真对，
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得到活命。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，就搁问耶稣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耶稣应讲：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强盗，因剥伊的衫，搁甲伊拍到半死，然后甲伊放下地，做阴去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，看到迄个人，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相反，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人，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，一个看到迄个人就可怜伊，惊我去，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，搁用布甲伊包扎，然后甲伊扶起骑家己的驴仔，带伊去旅馆，甲伊照顾。隔日，伊摕2个银仔交互旅馆的头家，交代讲：请你照顾这个人。若所费着较多，我倒转来的时会报你。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：你想，这3个人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？伊应讲：甲伊任免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。耶稣入去一个庄头，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，甲伊接待。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，坐伫主的骹前，听伊的教示。马大为了接待，代志多，心恶杂，就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咧忙，你哪会无要紧，就叫伊来甲我斗骹手。主应伊讲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着代志多，得看愈操烦。所需要的只有一项，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去。